起步，好，報一報個先導。二線公銀飛龍，三線馬灣聯青龍，四線超勝龍，五線大鵬龍。好啦，開始去到1/3啦，啱啱過咗呢100米嘅步。暫時目測係3線嘅馬灣聯青龍就帶領少少，跟住超勝龍就緊張其後，公銀飛龍同埋呢個大鵬龍，暫時都係馬灣聯青帶住啊，帶住超勝係一路追住佢啦，最後50米，上！好啦，若木3線馬灣聯青，第2名超勝，第3名公銀飛龍，第4名大鵬龍舟隊。